透過病院檢查的2張 X 光片，會用清楚看到長大約3公分的吸跡，還停留在囡仔的腸胃道當中。這是發生在頂個月27號，安南區一間補習班疑似學生霸凌的事件。家長甲着病院在28號檢查以後有通報相關的單位，不過卻一直等無到消息。30號才向議員林彥竹來訂正。議員質疑依照兒少權法，通報24點鐘內就要啟動調查，不過卻無看到相關單位的作為。事發27號至30號這之間，我們就是都沒有接到相關單位的聯繫，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這種事情到底是要怎麼樣才能夠處理好。這裡已經明顯有講了，不可超過24小時內通報，去處理這樣的事情。那為什麼我們2個單位，我們教育局跟社會局，雖然教育局你說，但是剛剛有講任何人哦，所以我必須要講我們2個單位到底做了什麼的協助。對此，市府社會局甲警察局婦幼隊嘛回應，確實28號有接到通報，不過教育局卻一直到30號才前往補習班來稽查。結果補習班以着監視器應蝶告狀，無法度調到影片，讓議員愈講愈生氣，批評市府的方向聯繫是不是有問題。報告一做這個部分，家訪中心做到通報表的時候，就跟學校跟教育局那邊做聯繫。你們確定28號你就有跟教育局講嗎？有跟學校跟教育局做聯繫。我說局處就失能嘛，我要講。教育局認為說這是警方該處理的，社會局認為這個是教育局該處理的，那你告訴我，到底是誰該處理啦？家長情何以堪啊？到底是哪個單位該處理？針對你剛剛所講第49條，針對兒童少年福利權益保護法的第53條、第49條，都明顯的有規定了，你們到底是哪個單位失能啊？最後，市府教育局嘛回應。因為該案屬於校外學生對學生的衝突事件，按照規定由着校方來調查處理。不過教育局在稽查時，嘛發現補習班違規兼營安親班，以及教師的名單無提報，將依照兒少權法甲着報告法來開罰。另外，業者無在24點鐘內通報，社會局嘛將開出6000至6萬塊的罰單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